经营超过20档的花莲渔港旧鱼市，因为是违建有安全的问题，最近开始拆除。原地伫这的烦恼是，互人安排去新的观光鱼市摆摊，不过因为部分的设施做也未好，还阁无宣传，无人客，互烦恼是真不满。怪窃用钢剪开始破坏花莲渔港的旧鱼市铁厝，这个所在演过是花莲人甲游客上街去食海产的所在，暗过地上无撤销违建，一直互人质疑安全问题，所以港公司要求收回。这些违建什么东西跟渔会达成共识，他们也答应要在5月底清光也以后，那我想把这块地呢，是不是由县政府他来收回去，由他来跟渔会看怎么样去谈合作来做。旧鱼市原来的打商是安排去花莲港北边的新起观光鱼市，白色的建物内底拢总15个单位组人，目前有12间打商入去，不过硬体无够完善，县政府嘛无宣传，店商真不满。像厨房那些跟鲨鱼都会用排水沟嘛，那这边其实是都没有，它就是一间空格子。接水管排水那些，我们都是自己后来再请人去做的。县政府也没有推广啊，他没有说我们迁移的事情啊。他本来是说3月1号要帮我们办开幕，他也没有办啊。其他亲像通路的菜根搭，敢若做一半，部分用帆布，结果若落雨就会积水，相当就会破去。另外，嘛无设海水管线，若是有卖活海产的商店，就敢若会当家己买海水，亲像规划有真大的问题。这个部分的话，它可能与市场进驻的摊贩有卖生鲜类的，有小吃类的，对，所以我们不可能说每一间，因为我们不确定说后续进驻的这个摊贩它的需求是什么，所以我们只能参考全台湾的一个鱼市的它的一个基本的一个配置。县政府是讲，硬体设施不足的部分已经各片经费加强建设，但是宣传的部分，会伫今年7月配合上海岸的活动做伙规划。另外，区议会研究是不是会当连接边仔的向日购物广场，打造全新的商圈。公视新闻采访报道。